係長大咗先學識獨處，我係由細就習慣咗同自己相處。我係冬菇妹，歡迎返到嚟冬菇妹成長哲學呢一檔 podcast。呢度係一啲關於成長嘅長對話。我今年19歲 Year 2，一邊讀書一邊實驗人生。喺呢一度，我會用心理學同埋哲學嘅視角拆解有關閱讀、焦慮、成功、主體性同埋自我價值。呢一度係一個正在成長緊嘅人公開佢嘅思考。唔知道大家最近覺得點呢？話說最近開始做翻 podcast，因為我咧自己平時咧亦都有聽 podcast 嘅習慣，而最近咧都聽多咗好多唔同嘅節目，特別就係關於一啲個人提升同埋自我提升。最近喺度諗緊一個問題，叫做獨處。唔知道大家長大咗之後，特別係成年人之後，出咗嚟社會工作或者啱啱入到大學，我發現獨處呢樣嘢咧，真係人生嘅常態嚟㗎。有時候我哋讀緊中學、小學嘅時候，因為係一班一班咁樣上堂啦，自己一個自己諗嘢、自己行街或者自己去上堂嘅時間係比較少。但係我發現而家入咗嚟大學，好多時候，大家揀嘅科，即使係同一個 major，大家揀嘅時間、揀嘅 subject 啦，都會有一啲嘅唔同。所以我覺得大學係會多咗好多時間俾我自己獨處。而今日咧，我好想同大家探討 solo date， 同自己約會係成年人最大嘅浪漫啊！好多人一聽到獨處咧，會覺得呢個名詞好似比較負面一啲啊。獨處自己一個人係咪就代表自己？咦，好奇怪呢，做啲咩又冇人陪，又係得自己一個。人類係一個社會嘅動物，我哋都係好需要群體嘅一個認同或者群體嘅陪伴。以前中學嘅時候呢，我都中意係有朋友一齊去食飯啦，一齊去做啲活動。但係我今日咧想由我一啲成長嘅經歷開始同大家去探討呢一個關於獨處嘅話題。一開頭我就講到啦，其實我唔係大個咗先學識獨處噶，我係由細就習慣同自己相處。我自己本身嘅家庭呢，我自己就係獨生女，細個嗰陣時，我覺得幼稚園啦至到小學嗰段時間，父母都要去翻工，咁我主要嘅照顧者就係我婆婆啦。我記得小學啊、中學嗰陣時候呢，我好多時間翻到屋企之後呢，都係同自己相處，因為我冇兄弟姊妹。我之前中學有聽嗰啲同學仔講，佢哋有啲兄弟姊妹嘅朋友，佢哋係會話啊，放咗學呢，仲要教細佬啊、教阿妹啊做功課。咁我自己呢，係冇呢一種嘅體驗噶，或者佢哋會得閒就會同細佬妹啊、家姐啊、阿哥一齊玩嘅。直到去中學嘅時候，基本上如果婆婆要出去買嘢啊、行街，屋企咧都係得我自己一個，我就會好習慣呢一種嘅獨處。但係當然呢一種嘅獨處同到我而家成年後啦、長大後啦所發現嘅一種 solo date 係截然不同嘅一個觀念嚟。咁而因為我自己本身興趣嘅關係，最中意做嘅興趣就係中意睇書啦、聽歌。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呢兩樣活動都有啲共通點，佢哋都係比較靜態嘅活動。我基本上我自己一個人拎住本書，戴住耳機 AirPod 去聽歌，我就已經識得點樣去消磨時間，或者運用我課後同埋週末嘅一個時間。而我一直對於團體嘅活動，例如運動啊、踢下波啊、打波啊，或者做一啲比較群體嘅活動，個偏好唔算好大。課外活動我都有參加過嘅，我之前小學係有 join 過一啲少林功夫啦，跟住中學咧亦都有 join 過啲乒乓球隊。我最終都係發現我自己其實最中意嘅都係閱讀同埋聽歌呢兩大嘅興趣。咁而呢兩大興趣，佢固然係一個靜態嘅活動啦，亦都令我去諗翻起細個嗰陣時候我獨處嘅一個感受。嗰陣時我自己睇書，因為冇兄弟姊妹，而屋企人亦都出咗去做嘢，我會覺得自己一個人喺屋企真係好自在，因為我唔需要去介意其他人嘅目光，唔需要去配合人哋嘅節奏，我只係需要專注喺我自己嘅諗法，同埋專注喺我自己想做嘅嘢上邊。如果係有其他人嘅存在嘅話，咁可能我亦都要去同佢哋傾偈，或者係佢哋本身係會大家講嘢啊，或者開電視啊等等，都有機會打擾到我本身想做嘅事情。我由細到大我就已經習慣咗獨處，因為呢一種嘅安靜帶俾我嘅感覺，或者對我嘅意味係代表住自由。呢一段
係真正屬於自己嘅時間。所以嗰陣時候呢，我放學咗，我翻到屋企啦，咁因為本身屋企人都未放工，咁就得婆婆喺屋企。佢有陣時候話要出去買餸啊，或者係要去出去行下街。嗰陣時我心入面都會有一絲嘅興奮，因為我會覺得哇，太好啦，終於得翻我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咁我就可以全程去投入我自己想做嘅事上面啦。唔知點解我會有一種覺得鬆咗口氣或者係放鬆嘅一種感覺，就只係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喺屋企，有一個 me time，有一個獨處嘅時間。呢一個亦都有一個喺心理學上面屬於一種內向型人格嘅能量恢復機制。呢一種人格嘅人，佢哋本身嗰個自我調節嘅能力喺早期會發展得比較快啦。咁我相信我自己都係呢一種嘅狀態，因為我會覺得學習獨處或者已經識得點樣同自己相處係一種好獨特嘅能力，或者呢種能力我會覺得係好珍貴嘅。因為直到而家長大咗之後啦，我之前咧試過同一啲朋友去傾偈，我有一個朋友咧，佢係比較擔心獨處嘅，唔係好中意一個人嗰種感覺，佢總係喺週末嘅時候都係想約朋友出街啦，或者唔想自己一個去面對自己。有陣時候就係你獨處，你除咗係自己做嘢之外，你有時候都會要面對自己內心嘅一啲諗法，你點樣同到自己相處，或者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好奇怪啊，好孤獨啊等等，呢啲都係我哋自己俾自己嘅一個框架。咁所以由細到大，我係真心好 enjoy 獨處呢個時間。雖然我嘅 MBTI 係 ENFP， 我會覺得自己係一個比較偏向中間嘅一個狀態。我嘅 E 咧係51，跟住 I 咧係49，跟住前排我再測過啦，而家 I 咧反而係變咗做主導52，跟住 E 嗰邊咧就變咗48。咁所以我覺得兩者都係算係比較平衡嘅一個狀態，因為我會好享受獨處，但係同時如果係一啲高質量社交嘅時候，我都會好享受同別人有一個深度嘅交流，或者參與唔同嘅活動，去享受同人與人之間嗰種透過交流去了解對方世界、了解對方故事，同埋分享自己嘅感悟，偏向比較中間。我會覺得獨處呢個能力真係非常之重要。直到而家長大咗啦，咁入到大學啦，我而家回想翻之前嗰一種獨處嘅經歷，我會覺得係小時候嘅獨處係一個情景嘅造成，而成年後之後嘅獨處係主動安排同埋係刻意為之。細個嗰陣，因為屋企要去做嘢或者要去行街買餸嘅關係，冇兄弟姊妹，係獨生女。咁呢個獨處係叫做一個情景嘅造成啦，令到我會有呢一個嘅行為。咁同時，因為我自己嘅興趣都比較多係靜態嘅活動，都係因為情景嘅問題而造成。但係成年之後嘅獨處係你要自己主動安排嘅。咁而呢個呢，亦都帶到我哋今日嘅標題所講 solo date。solo date 嘅中文意思就係獨自己同自己嘅一個約會啊！第一次聽呢個 terms 呢，就係喺早幾個星期，因為我碌 IG，咁我就見到啲外國嘅 creator，咁佢就出咗一啲 post 係講關於 solo date 呢一樣嘢。點解 solo date 嘅本質係刻意為之呢？你成年人長大咗之後，譬如入到大學啦，咁你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可以參與，或者你甚至出咗嚟工作，喺工作嘅關係啦，可能你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應酬去處理人際關係，令到你嘅事業可以得以更上一層樓，或者係你會想透過認識人脈去令到自己事業上或者係其他領域上都得以一個提升。而我覺得刻意為之係嗰一種獨處嘅狀態，再唔係因為身邊冇人而你要去可能自己睇書或者係做啲乜嘢，而係佢係你要自己去刻意安排嘅一種整理思緒嘅時間。因為而家咧入咗大學，我哋好多時候咧上堂咧就唔再係中學咁樣，有啲係會連住上啦，跟住按照大家同一個時間就有小息，然之後 lunch time 跟住繼續上，而係我哋可以自己安排自己嘅時間表。所以基本上堂與堂之間，我都會有一部分，例如係1-2小時空閒嘅時間。呢1-2小時空閒嘅時間，我最中意做嘅就係去大學嘅圖書館，或者我哋大學有一個地方叫做 Learning Commons。咁而嗰個地方，同學就係可以喺嗰邊自己做嘢啦。好中意咧，就係喺堂與堂之間咧，就去呢啲地方，營造咗一種
獨處嘅時間俾自己。我會趁呢段時間喺一本簿嗰度寫低自己嘅一啲諗法，寫低自己一啲嘅思緒，或者係做下啲筆記，整理一下嚟緊之後上堂要去學習啲乜嘢，去做啲乜嘢。而嗰個過程係只有我自己一個，而呢個過程佢會讓我去更加了解得到自己一陣間想要做啲乜嘢，自己有啲咩嘅情緒，有啲咩嘅感受。咁而呢個呢，都係一個時間俾我更加去了解到自己。關於一個心理學嘅理論，有3大嘅心理需求，第一就係自主，第二能力，第三就係關係。而我覺得 Solo Date 咧，佢就係刻意培養咗我哋關於自主嘅能力，一個 agency 嘅能力。因為獨處嘅時候，你可以揀你自己想要做啲乜嘢，而唔再係一種被動嘅方式。因為身邊冇人而所以獨處，你可以善用獨處呢個時間。到底呢個時間你想同自己體驗一啲乜嘢喺度啦？我都想同大家去再繼續深入去釐清翻，其實有一啲嘅行為咧，基本上咧佢唔算真正嘅獨處噶。雖然嗰陣時係得一個人，例如係自己一個人喺度碌電話睇啲 short reels 短視頻或者自己打機。其實呢一樣嘢唔叫做獨處，因為佢只係喺你面前上邊有好多新嘅事物，好多刺激，而不停透過呢啲資訊去填補我哋內在覺得空虛，或者去叫做殺時間。佢本質上唔係獨處。同埋睇社交媒體，用 WhatsApp 用 IG 同人哋傾偈嘅時候，佢都唔係一個獨處㗎。因為喺呢個 moment 你仍然都係喺度 seek 緊一個 connection， 你都係尋求緊一個連結，你仍然都係尋求緊一個刺激 stimulation， 你仍然都係想被別人看見，而嗰樣嘢唔係獨處，嗰個只係我哋都係想繼續去喺外在尋求一種刺激嘅一種行為。點解當我哋自己一個人嘅時候，我哋總係會被碌 IG 啦、睇社交媒體或者係玩電話打機被吸引住呢？而唔係刻意為自己安排一個 me time 所要做嘅事呢？咁嚟緊 me time 所要做嘅事，我都會俾一啲嘅insight 大家嘅。不過我哋先講呢個 topic， 個原因就係源自於大腦當中咧係會有一樣嘢叫做多巴胺啦 dopamine。 有一個理論咧就係講，當我哋做一啲比較即時有刺激性嘅嘢，會令我哋產生到快樂啦，例如係睇電話打機睇 IG 同人哋線上 chat傾偈引發我哋大腦會有一個 dopamine reward loop。呢個 reward loop 咧就係當我哋去做呢啲即時嘅滿足嘅時候咧，我哋大腦會馬上去分泌多巴胺，會即時有一個回饋。反而我哋真正 solo date 所做嘅事，例如真係去睇下書，放鬆自己嘅腦袋，甚至單純咁樣發呆，嗰一個即時回饋咧係會比碌社交媒體、打機同埋玩電話咧係低好多㗎，就會令到大腦咧冇辦法即時去分泌多巴胺，就會覺得舒服嘅狀態。啱啱我咪講到，我有一個朋友同我講，其實佢係唔係好中意獨處，佢中意週末嘅時間都可以約到朋友出嚟一齊玩，一齊去做嘢等等。呢個亦都令我引申到，咦？點解人係會害怕獨處嘅？除咗就係因為獨處佢冇辦法即時有個 dopamine reward loop， 冇一個即時刺激之外，我反思到仲有一點就係，你獨處嘅時候，你係需要去面對你自己嘅。例如我所講嘅閱讀等等，當你閱讀嘅時候，你可能會因為書中某一啲嘅觀點，你自己會有一個共鳴，或者會引起你嘅思考。喺呢個時間，你係需要停落嚟去問自己，哇！如果我係書入面嘅作者書入面提到呢個方法，我會點樣實踐喺我生活上邊？咁而呢一樣嘢，往往都係要你去做一個自我對話、自我嘅反思同埋思考嘅。而獨處佢就係要你去面對到自己，有機會係面對到你自己一啲嘅不足，去聽到你自己內在嘅聲音。所以有啲人就會覺得有陣時候面對自己呢樣嘢對佢哋嚟講係比較困難嘅，因為呢個就意味住將自己暴露喺一個不確定性當中啦，同埋風險會好大。因為一面對自己嘅時候，會見到自己一啲脆弱嘅位置，見到自己迷茫嘅位置，而選擇性去忽略或者逃避呢一個嘅問題。所以咧，我就想同大家去傾一傾真正嘅獨處，咁又係啲乜嘢嚟？呢個係我嘅定
定義，大家都可以做一個參考，或者你哋覺得真正嘅獨處對你嚟講係啲乜嘢，都可以咧係之後喺 IG 嗰度 PM 話我知道。我嘅定義咧係好清晰，真正嘅獨處對我嚟講，首先就係可以同到自己對話，或者係同作者對話，即係啱啱所講閱讀嘅一個方式，或者咧就係同音樂嘅對話。你透過自己聽音樂，你去感受音樂當中嘅一啲旋律、節奏同埋歌詞，佢牽引到你嘅情緒，同時佢讓你去思考、產生共鳴，或者單純嘅放鬆，讓腦袋去休息。第四樣，真正嘅獨處亦都可以係一種沉浸式嘅體驗，例如同自己一個人去迪士尼度玩，一個人去睇戲，一個人去食火鍋，一個人去旅行。而通常呢種嘅獨處都可以激發到你自己內在嘅思考，讓你去面對自己嘅情緒。所以個重點係獨處等於去面對自己，而一個成熟嘅人格喺心理學嘅理論咧就叫做 internal dialogue theory。而呢個 theory 講到成熟嘅人格其實佢係能夠同自己對話㗎，佢能夠透過日常嘅一啲反思，喺生活咁忙碌嘅節奏去俾個時間自己有一個 solo day， 有一個 me time 去反思一下自己，同自己進行一個嘅對話，進行一個嘅交流。嚟緊我會分享一啲我具體 solo day 嘅一啲嘅實際嘅案例，我自己親身嘅經歷。講呢個 topic 之前，我就想講翻前幾個星期，我就睇咗 IG 嘅一啲 post 啦。咁有啲外國 creator 咪講呢個 solo date 呢個 concept， 同埋佢都俾咗一啲嘅 insight， 就係佢哋 solo date 嘅時候可以做啲乜嘢咧。咁喺呢度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兩個我比較深刻喺嗰個貼文當中睇到嘅方式先。第一個好特別，我哋咧要去揀3間 cafe， 全部咧都要揀一啲你未去過嘅 cafe。咁去呢3間 cafe， 每一間 cafe 都有唔同嘅事要做。第一間 cafe 你可以去呢一間 cafe 係純粹係閱讀嘅啫，睇10頁嘅書。咁而去到第二間 cafe 咧，就帶埋你自己嘅筆記簿去做一啲 journaling，係自己寫一啲嘅筆記。而去第3間 cafe 嘅時候，就純粹乜嘢都唔好做，唔好睇電話，唔好睇書，唔需要寫日記，純粹就係嗌杯咖啡飲，嗌啲食物，去觀察下第3間 cafe 嘅環境，去觀察下人來人往啊，隔離位又講緊啲乜嘢，純粹去活在當下，去感受你身邊嗰一間 cafe 嘅環境。我覺得呢個 idea 都幾好，佢又能夠去到 cafe 之餘，因為我自己都真係幾中意去唔同嘅 cafe 食嘢啊飲嘢嘅，喺呢3間 cafe 當中去同自己做一啲不一樣嘅事啦。我相信呢個我之後都會試下，到時再可以同大家分享。而第二個例子，去揀一部咧電影嚟睇，自己去睇嘅，睇嘅時候就要將所有嘅響鬧裝置全部熄晒，去讓自己真正沉浸式去睇嗰部電影。過程當中你都可以去有一個角色嘅代入，例如代入某一個角色，你去問自己，如果我喺呢個角色嘅時候，我會做一個點樣嘅選擇，我會點樣去進行一個選擇。啱啱醒起，其實咧仲有一個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我當埋 bonus 咧 share 埋俾大家呢一個 solo date 嘅一個 insight。第3個，自己一個人去一啲藝術嘅展覽或者去睇展，就揀一幅藝術品面前咧就停留。咁嗰陣時候咧，你唔需要咁急攞個電話出嚟去影低啊啲畫作啊或者啲設計品，你純粹帶本簿，你攞支筆出嚟，你去用自己嘅眼睛同埋自己嘅手，你去嘗試咧將嗰個藝術嘅作品或者嗰幅畫試下臨摹起嚟，試下自己畫喺嗰本日記簿或者筆記簿入面，睇下你會畫成一個點樣嘅樣子。同時咧咁樣嘅畫法，佢會令到你去觀察一件藝術品嘅時候更加細緻。因為我都會好認同，就係有陣時候我哋去展覽藝術展啊，我哋都係急住想去打卡，用相機去記錄嗰個藝術品，但係原來其實有陣時候用手寫親自臨摹出嚟嘅時候會更加細緻，睇到更加多嘅細節。同埋可以做嘅一件事咧，就我哋可以企喺嗰件嘅藝術品面前，就純粹問自己呢一件藝術品佢帶俾我係一種啲乜嘢感覺。當我第一眼望見呢件藝術品嘅時候，佢俾到我嘅係一種乜嘢嘅情緒？點解會有呢一種嘅情緒？等等，我自己咧都有去過一啲藝術館，之前有去過 M+ 我都有去睇晒所有嘅展覽嘅，我都盡量係放慢我個腳步啦，想唔好 miss 咗每一件嘅展品。佢所講嘅就係究竟眼前呢件展品佢帶俾我嘅係乜嘢感覺，同埋真係攞本簿出嚟去臨摹嗰個嘅作品，我真係未試過。
因為嗰陣時都係想打卡唔同嘅藝術品，呢個我之後都要去試一試。而家講到大家最期待我分享實際我啲自己真實例子嘅環節，我自己都做過好多次係關於 solo date。可能大家見到我喺 IG 上面都比較活躍，通常 post 親嗰啲咧都係同一啲朋友聚會或者係參與唔同嘅活動過程啊等等。但係其實私底下我都可以話而家變咗一個 I 人，就我都係好中意獨處。首先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早幾個星期之前發生嘅事情。我自己一個人去睇咗一場電影，嗰部電影個名就叫做《陽光女子合唱團》。我當時點解去睇呢套電影係源自於我又係見到 IG 啦。我見到 IG 上面好多人咧，突然之間都講呢一套陽光女子合唱團。我仲見到有啲 IG Reels 咧係話，每個人睇完陽光女子合唱團嘅人，全部都喊晒。有一個 headline 咧係好令我震撼嘅，佢就係話同老公去睇，跟住結果老公咧係喊到好誇張。我心諗，哇！呢套電影究竟有啲咩嘅魅力，令到無論係睇嘅男男女女都真係喊住咁樣離開戲院咧，好好奇，就好想自己去睇啦。同埋講到呢個位置，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有趣嘅故事。我之前有一個朋友，佢同我分享過一件事情，佢就話通常如果睇呢啲比較感動嘅戲，佢咧係 prefer 同朋友一齊睇，佢會 prefer 係自己一個人去睇，自己一個人去喊。我當時咧都覺得其實有道理喎，有道理喎，因為有陣時候你喊嘅時候，代表住你會袒露一啲可能自己一個比較脆弱或者傷心嘅位置。咁如果有其他者嘅目光嘅時候，特別係熟悉嘅人，可能我哋未知道點樣去同對方相處，或者要諗下啊，使唔使安慰佢啊，或者佢都喊緊，我哋會有一啲不知所措。我都幾認同佢呢個觀點。之前我漏佢話一齊睇破地獄，佢原本係咁樣同我講嘅，但係咧最後因為一啲機緣巧合嘅原因，我哋兩個都係有一齊去睇咗破地獄嘅。佢呢個 insight 咧都帶到俾我，就係我都好想自己一個人去睇下啲會令人喊好感動嘅戲啦。呢一套陽光女子合唱團，佢係一套台灣嘅電影嚟㗎。佢當中嘅故事我可以喺度同大家講一講啦。講呢一班女仔啦，或者係女人啦，咁佢哋咧係犯咗罪，因為各種不同嘅原因犯咗罪，而大家喺呢一個嘅監獄當中係要坐監噶啦。而咧當中女主角咧，佢就係有一個 BB 添嘅，而嗰個 BB 咧，因為佢係啱啱出世，亦都比較細個，所以嗰個 BB 就一同就跟住媽媽入咗去監獄嗰邊，囚犯互相輪流去照顧嗰個 BB 啦。出現咗一個問題，嗰個 BB 咧就突然之間患上一個眼睛上面有一個問題，咁就好嚴重嘅，係需要即刻去做手術，同埋都想係揾一啲領養嘅家庭去領養咗嗰個 BB。咁而嗰個媽媽就覺得好傷心，所以佢就想喺嗰個監獄入面咧去組織一個女子嘅合唱團，咁就為佢嘅女兒去進行最後一次嘅告別，當係送歌聲俾佢啦。成部電影我一共咧係喊咗超過5至6次或以上嘅時間，因為有好多位置都真係好感動，尤其是係我覺得導演佢描述同埋成個拍攝佢描述每一個犯罪嘅女仔，佢哋背後點解因為做咗啲乜嘢事而去入到監獄，背後嘅故事我覺得係好感動。有啲係基於原生嘅家庭遇到家暴啦、婚姻嘅問題，我會覺得真係好感人，同埋我好有感覺得到佢哋嘅情緒，佢哋嘅一個親身嘅經歷。過程當中我都係2個幾鐘頭完全冇睇過手機，咁而呢個亦都係我所講嘅一種沉浸式嘅思考。我睇呢部電影嘅時候，我都有去問自己嘅，即係如果我係嗰個媽媽，或者如果我係嗰個婆婆，如果我係嗰個女仔，其實如果我係佢，我究竟會點樣做呢？如果假如我真係經歷家暴，老公因為知道我懷咗孕而去進行家暴嘅時候，哇！我會點樣做？我都會好驚。個係最真摯嘅一個情緒喺電影當中，佢帶到俾我嘅一個感受，同時係透過獨處 solo date 嘅情況底下去進行。第二個經歷，我前排1月份嘅時候，我就參與咗學校舉辦嘅一個上海交流團。喺呢個上海交流團當中，我哋基本上每一日咧都會有一啲自由嘅時間。自由時間就係我哋可以去隨意去發掘，同埋去上海一啲比較出名餐
廳食嘢啊，去商場行下街啊，都係冇問題嘅。咁就只要喺我哋指定嘅時間，咁去翻嗰個地方集合，咁就可以。我好記得喺行程當中有其中一日，我想去某一個地方，喺自由時間未開始之前，我已經喺旅遊巴上面透過睇小紅書啦，已經做定攻略。我就係想去上海嗰一間世界上最大嘅星巴克，去嗰度探店，影下啲靚相，睇下嗰度哇咁特別嘅，因為見到小紅書都好多人推介，同埋佢隔離咧有一個 LV 船，都好想去嗰邊影下相啦，打下卡啊，睇下究竟係點樣啦。因為始終最大嘅星巴克都真係得上海先有，咁我就覺得都係一次幾難得嘅機會，好想去睇。前咧我有一個朋友佢咧想去嘅地方咧，咁啊同我有啲唔同嘅。咁嗰陣時我都仲好記得咧，當老師宣布可以自由活動嘅時間，佢就問我係咪一齊行，跟住我嗰陣時同佢講話，因為我做咗小紅書嘅攻略啦，咁我一陣間咧我係想去個星巴克同埋 LV 船嗰邊，而 which is 咧個地方咧係要搭地鐵，要搭好似1-2個站左右先去到。我又衡量個時間，咁我覺得冇問題嘅。佢去嗰啲地方咧就同我嘅興趣啦，同埋佢想去嘅地方亦都同我好唔同。我就嗰陣時我就同佢講話，不如我哋自己各自行 dinner 嘅時候，我哋自己到時再會合，或者我行完之後我再 WeChat 你睇下你喺邊度。我就好果斷咁，老師話一話解散，我再同朋友講咗2-3句，跟住我就直接自己一個人去咗搭地鐵。自己一個人去搭地鐵，亦都朝聖咗我好想去嗰個世界上最大嘅星巴克，同埋睇個 LV 船。我又喺小紅書嗰度睇到有一間喺上海賣蝴蝶酥咧係非常之出名，我又想去行去買查下地圖，咁啊發現行成10幾分鐘，跟住地鐵又唔近嗰個 location， 一個人睇住嗰個導航而行過去，然之後最後我就再搭翻地鐵翻去上海外灘嗰度等6點鐘開燈。呢個經歷好特別，令我覺得其實一個人我都可以做好多事，我都可以去啲我自己真正想去嘅地方。同埋如果我真係跟咗個朋友不自己，咁我跟咗個朋友，可能朋友佢係想去佢去嗰啲地方，而我可能因為我跟咗佢，我就要被逼去一啲我未必有興趣或者完全去唔到我心中嘅目的地。所謂獨處，佢令我一種自由，無論一開頭所講安靜對我嚟講等於自由，我就發現獨處對我嚟講都係等於自由。係，我覺得前提係你要有一個目的地，你心入面一定要有一個好清晰嘅目的地，而別人嘅路同你唔同係冇關係嘅，你選擇自己嘅路咯。而呢度我想帶出嘅一個核心，唔係講緊話去旅行 plan 行程，邊條路線邊個景點大家唔啱而各自走咁簡單，而我想帶出嘅係喺人生呢條路上面，你好清晰自己想做啲乜嘢。例如你係想創業，你想做自己自媒體，你想去旅居做數位遊牧，或者你想從事係自由工作者或者投資人，其實唔緊要噶，你唔需要因為社會話俾你聽一定要揾一份穩定嘅工作，然之後到時到後結婚生小朋友，再到退休，你唔需要跟住呢個操作噶。只要你心中清晰嘅時候，人哋嘅路或者社會主流嘅路同你唔同係冇關係，你可以創造屬於你自己嘅路，但係前提係你心中要有目的地。呢個對我嚟講都係一個主體性嘅呈現。有一句說話我自己係好中意噶，咁但係講之前呢，我想同大家分享我錄呢集 podcast 背後嘅一個小故事。呢集 podcast 咧，其實我喺前幾日之前呢已經錄過一次噶啦，但係咧今次成段我要第2次重新錄翻。點解咧？好搞笑，就係前嗰幾日錄咗一次啦，我錄咗都差唔多成個鐘噶。然之後咧我就發現，當我咧一打開個電腦啦，諗住取翻條錄音出嚟嘅時候，我就發現咧成段錄音咧都沙沙聲，完全咧係一句說話都錄唔到，係沙沙聲。跟住我心諗，喂，係咪我個錄音機嗰度出現問題？咁我就即時咧再去開我個錄音機，咁我就再去求其講1-2句說話，我再入去電腦嗰度睇，咦，唔係喎，我個錄音咪冇壞，淨係得我嗰條係錄關於呢個 Solo Date 呢集 podcast 錄音係呈現沙沙聲，錄咗成個鐘乜都聽唔到嘅狀態。我心諗 what？ 跟住我就算啦，因為嗰時我錄完之後咧都好夜，12點鐘左右啦。咁我就算啦，過幾日再錄啦。因為當時有其他事要處理，我諗咧呢個係一個契機，因為我喺第一次錄完失敗之後，咁我就過咗2-3日左右啦，咁我就咧
自己一個人去咗間 cafe 嗰度進行 solo day。咁呢個就係我最新進行 solo day 嘅一個經歷，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埋。咁嗰次係好特別嘅，因為前嗰幾日啦，咁我就有一個 midterm 要考，咁然之後考完之後咧，發現咧都有啲時間，因為嗰陣時咁啱屋企人就夜晚有啲嘢做，咁就亦都未翻到屋企咁樣啦。咁我心諗，同埋我有個朋友咧早幾日推薦咗一間 cafe 俾我，佢話嗰間 cafe 咧可以聽到黑膠碟，跟住一路飲嘢，跟住又可以聽黑膠。我就心諗，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音樂啊嘛，咁我就即刻去 OpenRice 嗰度查咗，跟住發現咦，佢好似大概咩7點鐘關門，咁我5點零完咗學校嗰邊，咁我過去都仲有啲時間係可以喺嗰個 cafe 嗰度有個 me time 獨自嘅 solo day， 咁我就即刻搭地鐵過咗去嗰間 cafe。咁其實咧嗰陣時咧，我去到已經5點零鐘，因為個店員同我講話6點半關門，我心諗喂，我最多都係得大概40分鐘左右可以喺間 cafe 度飲嘢同埋聽黑膠啦。咁佢有提醒我㗎，佢話6點半就嚟關門，我都話OK 唔緊要，即係我 order 咗杯 latte， 跟住之後我就聽黑膠啦。我就會覺得哇，好特別。我其實一直咧都好中意自己去 cafe 嘅，但係我比較多咧係同屋企人啦，或者係同朋友去嘅。之前過程當中都會有啲自我對話，譬如話驚尷尬，話自己喺度聽曲，跟住又個店又冇乜人，跟住又得我同埋嗰個店員，跟住其他人都啲客人都走晒，喂，驚有人見到喎。我話會唔會覺得我好奇怪，一種他人嘅凝視？呢一切都真係一個宇宙嘅安排。佢令我第一次錄音係沙沙聲嘅狀態，跟住到後來過幾日我就去咗 cafe solo day，再到今日我將我呢個心得同大家分享。唯一唔同嘅就係嗰種內在嘅對話，我就真正再觀察到自己，咦，其實我都會驚真係獨處嘅人哋話我咁尷尬，即係做乜鬼都就係閂門啦，跟住自己一個人喺度聽歌喎，哇！呢種感覺的而且確係有嘅，但係我會而家慢慢學識咗咯，就係so what I don't care， 一種 I don't care 嘅精神係好緊要嘅。因為如果你做每一樣嘢你都好 care 人哋，你自己一個人去呢個 cafe 聽歌，跟住人哋都就嚟關門，如果你下下都要等，算啦，不如過幾日真係得閒啲，再早少少，再同朋友嚟啦。有朋友喺度，好似都安全感都大啲。其實你永遠冇辦法會有呢種自我嘅對話，即係你永遠都唔會話有驚尷尬啊，驚有人見到呢種對話。但係你冇覺察唔代表佢唔存在啊嘛。咁所以我會覺得你係要一步一步去突破咯，呢一樣嘢，佢都係令我自己覺察到一個幾大嘅位置，以及啦，跟住完咗即係去完呢個 cafe 之後啦，咁時間都仲有一啲。咁我就咧喺嗰個地區，咁當時我係喺深水埗，因為嗰間 cafe 深水埗，咁所以我就喺深水埗嗰度進行咗一個行下街，就純粹係冇任何目的地去行。我就發現咧，其實自己平時喺條街嗰度行都係有一個目的㗎，例如我要去某邊一座大廈，因為我要參與某一個活動，或者我要去某地方，因為我喺嗰度約咗人。我發現自己好似好少係單純喺條街嗰度行，唔係為咗去買嘢，唔係為咗去邊一間店，或者去見邊個，或者去邊度做嘢，而係真正一個人喺條街嗰度行，去觀察下其他人喺度做緊啲乜嘢。可能有啲人買緊餸，有啲人打緊電話，有啲人打緊巴士。哇，好似咧真係用咗一個第三身嘅角色去觀察呢個世界，好似成為咗一個旁觀者咁樣，個局以外啊，我心諗哇，好特別喎！點解啲人係咪啱啱放工咧？即係見佢都行得急喎，或者係哎呀佢哋去邊啊？唔同年紀嘅人都有，哇打緊電話喎，呢個係同緊邊個講嘢？屋企人定係朋友定係公司？我就覺得好有趣咯，呢種體驗。試下俾呢個時間自己漫無目的咁樣去喺條街嗰度行街，唔係為咗去見邊一個人，唔係為咗要去邊一個大廈邊一個地方，而係純粹喺條街度行。你唔需要知道下一條街係邊一度，唔需要打開 map 去睇下而家呢條路線正唔正確。如果我要去啲新地方，我一定打開地圖，跟住標示我想去嘅地方，然之後跟住導航去行。試下脫離導航，唔需要睇個導航，你純粹就係感受呢條街，感受呢個地區佢帶俾你咩感覺，同埋觀察下身邊嘅人，佢究竟做緊啲乜嘢。因為我之前都好少呢種經驗，我諗呢個就真係一種宇宙嘅安排。點解會選擇第一次錄 podcast 嘅時候錄得唔成功，而第二次相信錄到嘅？原來就係為咗俾我呢種體驗，過幾日嘅體驗，然之後今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我真係好開心。我之前聽過一句說話，成功嘅路總係孤獨，因為喺呢個世界上面冇人係同你完全同一個軌跡。
就算你哋係朋友，你哋大家都係中意講個人成長，中意睇書，願意去學習嘅人都好啦。我哋每個人都係有啲不同，人生嘅軌跡都係唔一樣噶。而我覺得嗰個 solo date 就係你唔再去 ask for permission， 你只係去問自己到底我想唔想做呢件事，我想唔想 spend 呢個時間俾自己，唔需要去問其他人嘅允許。譬如我唔需要再去問我屋企人我可唔可以遲去 cafe， 我可唔可以點點點，或者我唔需要再問朋友，喂，你嗰日得唔得閒啊，我哋上去呢間 cafe， 而係我有能力自己去，但係同時我都有能力可以選擇同我中意嘅人一齊去。呢個就係 solo date 嘅魅力咯。你純粹就係問自己，喂，你而家有時間，你想唔想去呢個地方？可能其他人都唔得閒嘅，你好多時候好即興噶嘛，你自己時間 OK， 各方面配合到嘅，咁咪去咯，係咪？咁你唔需要去問人哋嘅 permission， 你問下自己，你今日想唔想體驗呢樣嘢？好多人都係活喺一個別人點樣睇我嘅世界，包括我自己都係，都會有時候擔心人哋點樣去諗我啊，人哋會唔會覺得好怪啊？就好似我前幾日去 cafe 聽黑膠都就嚟關門，會唔會阻到佢收工？好多內在對話。而 solo date 就係你退出他人嘅世界，將你自己嘅位置放好，你全程投入喺你自己嗰度，唔好再理人哋點諗。好似被討厭的勇氣阿德勒所講，我哋要識得分開自己同埋別人嘅課題，人哋點睇係佢嘅諗法，我嘅諗法係我嘅諗法咯，唔需要去 care 人哋嘅諗法。真正嘅幸福係源自於內在嘅穩定。我喺呢度亦都好想咧同大家分享一樣我自己其實之後啦，我都好想去做嘅一件事。啱啱咪講到有個例子，我去嗰個上海交流團，佢咪有啲時間係俾我哋自己去行嘅，咁我都係獨自選擇咗我想去嘅一個景點。今年我想試下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因為我從來都未試過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即係19歲以嚟，我之前去嘅旅行同屋企人去參加交流團或者同朋友去，我未試過自己一個人去旅行。我諗起呢，有一段說話係形容一個人去旅行，一個人嘅旅行幾多點起身你自己決定，行程係點樣你自己決定，你選擇喺呢個景點留幾耐自己決定，食啲乜嘢自己決定，如果行錯路自己承擔，book 錯酒店 book 錯機自己負責。呢一種就係責任感，呢個就係成長，呢個就係勇氣，呢個就係成人嘅浪漫。成年人嘅世界帶俾我哋自由度，因為唔需要再聽好多老師、屋企人，而呢個時候最重要嘅係聽你自己嘅意見。同時我覺得 solo trip 佢會係一種全然為自己負責嘅一種狀態，因為你唔需要再因為朋友想去邊一度而刻意安排嗰個景點，唔需要因為別人喺呢度行耐咗而刻意遷就佢嘅時間，而你想去邊度，你想喺邊一個景點留幾耐你自己決定。同時如果喺過程當中做錯決定嘅，你行錯路 book 錯嘢，同時佢都係你自己去負責翻，你冇得再賴人，冇得再話哎呀阿媽咯 book 錯咗，個朋友咯係都要去呢度，搞到我哋啲時間延唔晒，你冇得再賴人，你只能夠係為自己負責，同時萬一有咩出錯都係你自己去承擔。我哋人生當中走向自性化同埋得到我哋主體性一種好重要嘅經歷，而呢個我都係想今年去實行嘅一件事情，安排一個時間去進行 solo trip。至於去邊度我仲未決定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咩好嘅提議呢？如果有嘅話，歡迎喺 IG 嗰度 PM 話我知道，或者你哋都有試過 solo trip 嘅，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你哋係 solo trip 嘅一啲旅程嘅經歷呢？期待喺 IG 嗰度收到嘅私信咯。獨處帶俾我嘅一種改變，我覺得獨處佢係會令到我哋人際關係更加健康。有陣時候有啲人去同朋友一齊，佢哋唔係為咗單純好享受呢個時光，或者我好享受同你相處嘅嗰個 moment， 佢係純粹就係覺得我有一個人顯得我好似唔係咁孤獨啦，或者我顯得我有一個人我可以依賴佢，佢可以填補咗我內心嘅一啲匱乏，我一啲內心覺得空虛嘅時刻。而獨處係當我真係需要我朋友嘅時候，呢個唔再係一種要佢嚟填補我嘅空洞，唔係一種嘅依附，而係一種我嘅選擇，而係因為我覺得我同你一齊傾偈，我同你一齊做唔同嘅活動，係因為我真心想你同我一齊去經驗同埋體驗1+1大於2。而呢個就好符合我哋 Attachment Theory 當中情感依戀模式理論入面有講過嘅安全型依戀。安全型依戀嘅人，佢就係可以獨處，佢唔焦慮依附，佢唔逃避關係，一個人冇問題啊，有關係都冇問題。呢個亦都係讓我哋獨處當中，我哋嘅主體性會逐漸成形。
因為當冇觀眾嘅時候，我係邊一個呢？當你自己 solo trip，你去到一個陌生嘅國家，你身邊得自己一個嘅時候，喺呢個環境呢個地方冇人識你，你要問自己 OK， 咁我而家最熟悉嘅只有我自己啫喎，我喺呢個地方冇朋友，亦都冇任何人同我一齊嚟，咁我係邊個？呢個就係主體性嘅承認咯，一個整合自我嘅過程。同埋我而家錄 podcast 其實都係一種獨處，唔經唔覺我其實而家係錄緊接近1個鐘頭，不過剪出嚟應該會少過1個鐘。podcast 嘅經歷對我嚟講真係一個獨處，因為我而家係自己錄啦，而我而家所處嘅環境係得我自己一個，我自己其實係我自己第一個嘅聽眾，因為每一句說話我講出嚟嘅時候，我自己係第一個聽到嘅，而呢一個亦都係我同自己嘅一個對話。如果有幸以上嘅內容有啲部分啟發到你嘅，我覺得好開心。而錄 podcast 佢本身對我嚟講都係一種 solo day，尤其是我咁中意做啲長內容，我好想透過呢個分享能夠整合自己，同時亦都輸出到價值俾大家。最後啦，真正嘅浪漫唔係有人同你一齊睇世界，而係當世界退場嘅時候，你依然選擇去陪你自己。我有幾條問題咧，都想大家去做一個思考。如果冇 social media，冇咗社交媒體，你仲中唔中意而家嘅生活？如果有一件事情冇任何人知道嘅，可以係畫畫啊、睇書啊、聽音樂啊等等，你仲願唔願意做呢一件事？你係咪只有被看見嘅時候先感受到自己嘅存在？而呢一個星期，你能唔能夠安排到4-5個鐘頭，純粹你自己俾一個時間自己 me time，透過沉浸式嘅一個思考同埋反思體驗，去了解自己多啲，去俾自己放鬆同埋休息呢？呢個就係今日完整成個 podcast 嘅內容啦。關於 solo day 係成年人最大嘅浪漫，我會覺得獨處嘅能力可以喺我哋成年人之後一步一步咁樣安排，同埋重新正視起嚟。無論你係 E 人，無論你係 I 人都好，我相信獨處對每一個人嚟講都係好重要嘅一件事情。大家覺得今集 podcast 好嘅話呢，歡迎俾一個5星嘅評價我咯，亦都可以將呢集 podcast share 俾你身邊都同樣喜歡獨處嘅朋友。邀請大家去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Chloe_0622_。好期待聽到大家對於獨處啦、solo trip 啦一啲嘅經歷嘅分享，或者對於有啲咩想講嘅，歡迎 PM 我會盡快覆大家。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